奇美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，随着气候的暖化，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增加，腰子结石的盛行率嘛跟咧增加。伫台湾，大约每10个人都有一位有腰子结石的困扰。传统的治疗有体外震波、真皮肾脏手术加腹腔镜，但现在有一种软式的输尿管镜。对自然孔道来做无创的肾内手术，不但会用治疗结石，甚至肾脏囊泡、肿瘤，拢会透过无创的手术。因为其实现在台湾人大概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结石，尤其是台湾又是属于比较干热的地方，比较湿热的地方。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，然后流汗又流的比较多，那这时候呢，导致说他体内尿粪排不出去的话，这样尿积在肾脏还有膀胱里面久了以后，就会产生结石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台湾每10个就有1个人有。那这1/10的人呢，有80%的人会不断的复发，一辈子都一直被结石所困扰这样子。那过往呢，在肾脏的结石，我们有比较多选择方式，就是体外震波碎石。但体外震波碎石，它在比较大颗的石头，或是在比较多肾盏里面的石头，就是它比较散播性的石头，在肾脏里面的话，它会比较难处理这样子，要处理打很多次，导致病人要传夫妇进出医院，非常困扰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有经皮的肾脏取石手术。那经皮的肾脏取石手术呢，它必须要在腰部里面打1个洞，甚至2个洞或3个洞这样子。那经过皮肤再穿刺肾脏，再进到肾盂里面去处理这个结石。那我们每穿过肾脏1次，就可能会造成肾脏会损失5% 的功能这样子。虽然后续可能会恢复，可是一定会跟原来的肾脏还是有差别这样子。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无创的方式，我们可以用软式输尿管镜，经由尿道，经过输尿管进到肾脏里面去。我们可以进到肾脏的每一个角落，就每一个肾盏里面去，然后我们可以将石头做一个击碎的动作，然后把击碎的石头能再一颗一颗捞出我们的体外这样子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目前软式输尿管镜不但直径会用做到0.2公分，而且弯曲的角度嘛会用达到270度。不过医师提醒，透过自然孔道的无创肾内手术，针对各种的疾病，拢有伊的适应症，而且部分的位材嘛必须要自费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